这里是劳工局，然后我一天大概接的纾困量大概是纾困电话的话，大概是20到30通。那通常问的问题就是最近有劳工的贷款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无一定雇主跟自己作业者的生活补贴的问题。喂，可能是纾困办公室，你好。那目前就是有分2块，一块是贷款部分，另一块是有投保在职业工会可以申请的生活补贴。我们这个纾困专线办公室呢，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成立。那原本呢，我们总共呢，大概一天呢，大概是800多通左右的电话。那后来因为民众对于纾困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后来一天平均都大概在1200通到1500通。那当然在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到一天2200多通。市长呢就是体恤我们的市民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纾困方面的一些问题要询问，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就设了20条线，然后来服务民众。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5月中旬起，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全国进入3级防疫警戒，商家、劳工都面临暂时停业、停工或收入减少的情形。台南市政府推出安心就业、安心上工等措施，更成立纾困办公室提供咨询。另外，经发局还推出 Line@ 纾困小帮手，提供即时服务，希望在疫情艰困的时候，尽可能协助市民朋友渡过难关。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为了防疫，大家一起在努力。那因为这个防疫措施或者是这个警戒的措施，其实就像要进去一个房间，要屏住呼吸一样。所以不管是工商业，或者是各行各业，一般或者是餐饮业，或是观旅业，基本上都会受到程度不一的冲击。所以必要的纾困措施是很重要。纾困我们特别为了这个次的纾困，成立了纾困专案办公室。那不仅有专线来从事这个纾困的服务，而且有这个相关的措施，我们还会主动出击。那去年的纾困措施，台南市办理的相当好。我们今年虽然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毕竟遇到了3级防疫警戒了所以我们已经启动了纾困专案办公室，来为不管是劳工还是工商企业界的一个服务。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8月3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上议会轮到自由发言的议程，议员赵坤元针对高中职以及私立学校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学费补助向市府来请命。议员除了希望中央补助新兴奖介以外，也希望地方相对提出其他的方案来减轻家长的负担。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顶学期每一间学校的课程大部分拢以线顶为主。议员针对高中、高职阁有私立学校的学杂费来向市府争取补助，呼吁市府中央无补助的，希望市府会用提供一寡方案来替学生的家长来减少负担。市长表示，会努力针对家庭较困难的学生优先，并会探讨要安怎规划会较完善。是全面性，即国中的不管有学杂费。咱政府补助了，私立的无，高中的无，我是毋是建议市长你来做一个领头羊大家县市政府拢真有死定定，我希望讲你提出你的魄力，对咱台南市民的一个担当，这个
用水查会方式，因为今年拢无读册嘛，水查会照收嘛，无对一间校要退钱嘛，对不对？拢无要退钱啊，是毋是讲市长，我建议你来照顾咱台南市民，来照顾咱台南市民，互全台湾拢知影，市长是有担当的。中央是对身障的，有补助。伊的补助是到身障，无身障的部分可能就是爱想讲看安怎有排付，因为福业人伊就无差这个。我即摆咧记的是无咱因咧读册求学过程，低收入户啊，中低。因咧注册费。咱会当像这个方式，咱唔免就用纾困迄种方式。因为咱即摆5月19开始，咱就停课不停学，老师嘛照常教嘛，伊嘛是照常伫上课。但是即摆你讲的就学杂费补助，就是讲看是毋是低收入户还是中低收入户咱来想办法。无啦，你反正市长，我是感觉你爱有一个担当啦，当一个担当啊，做交别县市无共款的啦。因为这台南市这主题就是拢配合你市政府的政策。来做防疫，有诶工课袂做，是上班袂上进，就爱当厝顾囡仔，迄种损失真正拢无底来做形容啊！是安怎？是安怎？咱市政府袂当做那领头羊来先做防看。另外，议员提到健身房业者阁有消费者的问题，希望市府这边会当协助，予一个统一的应应措施，才袂互有的民众因为疫情的期间无法度到健身房。但是嘛是爱继续拿费用无法度请假的状况发生。议员希望透过市府的帮忙协调，互业主阁有消费者拢会当达成共识。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延续东京奥运老调在地体育人才热调，议员罗坤福嘛呼吁市府提出具体政策来防止台南的少年人选择上北就业，认为市长应该甲台南大型的企业研究，提供好的工作机会，才法度真正老调人才。议员罗坤福针对台南要安怎甲少年人留落来向市府讨论，议员呼吁市府应该做出相对的具体行动。毋是用嘴讲讲的，才有法度真正有防台南的少年人来白嫖。同时建议市长会用以市长的身份来甲台南的大型企业讨论，要安怎增加台南少年人伫遮有好的就业机会。以后的主力家庭嘛拢是伫咱台南市，这未来是对台南市有正面的嘛。而且恁要选市长的时阵，包括有真侪民意代表啦，拢讲。不想要我们年轻人北漂，我要请问你有什么方法能够留住我们台南市的这些年轻学子增加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说唔才增加保障就业机会，你要做动作嘛。咱台南市这企业，像龙丰啦、桂盟啦、一载回家的企业，这拢是专。这会使傲视全球的呢，你要安怎引进啊？是毋是？你爱用你市长的身份去甲这企业主该拜托一下。你要用什么动作？你上届无你们还有什么计划？因为咱台南市没有青年部嘛。报告议员，是不是经发局这边跟您报告一下？简短跟您报告一下。第一个，我们每一年跟劳工局都有那个所谓的就业博览会的部分。然后今年我们特别从去年到今年经发局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有所谓的跟11人力银行进行那个线上的部分。那媒合的企业，包括在南科这边的企业之外，也包含跟我们艺载会的这些公司们那有做这部分的一个整合啦。那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更扩大一些，请议员再多给我们一些指导，谢谢。另外，议员针对振兴券的议题来向市府反映，希望会用甲民间的声音传转去中央。顶一摆467亿的振兴券，其中干那行政成本就22.6亿。这个方式除了浪费资源，嘛互民众真无方便。议员呼吁中央应该直接发现金予人民，才袂浪费资源。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今年度第一阶段校长遴选，因为出现想要连任的校长无法度连任，另外嘛有遴选以后却找无校长的状况，议员可能上午议会批评校长遴选办法，要求市长甲教育局长应该公开道歉。教育出身的议员柯玉玲伫市政总质询自由发言时间，
首先询问市长，伫个校长的遴选制度核心精神是啥物？市长回应，为每一间学校遴选出一位好的校长。毋过，伫个经过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的校长遴选，议员认为好的校长想要连任，却无法度连任，甚至有遴选出来，因为制度逼迫改派代理。议员批评到底是教育局无能力，或者是误判，要求教育局长要公开道歉。今年国中校长遴选第一阶段校长连任的部分，连任有一个金德国中校长无通过连任。校长、家长、老师都有错愕，想要联署抗议来跟我讲，然后我到处沟通说没有。好，未连任的理由，咱的教育局已经有写出来，伫公告里来讲，优秀的校长另有重用。市长，这个优秀的校长是谁？另有重用去哪里？德国中的周校长，你若重用讲去永康国中，银德国中的人就讲，我等银德国中做校长就无重用吗？连任的话就是4年1任嘛，4年1任，4年就要检讨啊。他连任，那局长不同意他的连任，但是重用没有道理。咱的教育局长、遴选委员会主席，你无主导权吗？局长你无主导权吗？意志啊。我问请投票你无主导权，无为什么显化国中需要一个校长，你为什么无心遴选？是你无能力还是误判？你无能力还是误判？没有人填志愿。啥物没有人填志愿？你本地要有一个海淀国中校长去，尾到尾也无法度。本地那个只是希望他去，但后来他也都不去啊。你即摆现成的结果是，显化国中伫咱台南市校长遴选了后，是无市长，是无校长的哦。当地的校长要有经营学校。即摆校长是代理哦，你即摆去派代理哦，出身未捷身先死，连就任都无就任。他不去，还拜托人家，还说让他。你就任都无就任呢？给他退休了，又后悔说。你知我意思无？可以去。来，所以我问你，你初任遴选到的校长是吴校长、吴启颖校长，伊就轻视亲家，爱是无就任，爱是你即摆派代理校长。因为他父亲生病的缘故，个人的因素，他实在没有办法同时。个人因素，所以是有遴选成功的就对了。你的意思是安尼吗？基本上，我们尽可能去尊重校长。议员柯玉玲甲教育局长陈新辉，你一句我一句，双方唇枪舌战。伫校长的遴选过后，显化国中的校长也是出缺。对此，议员表示，台南市校长的遴选办法，因为10年来年年的变更条文，无法度形成稳定的制度。议员认为，应该将校长的遴选办法提升为自治条例，确保遴选制度的稳定性。台南新闻员跟刘品言采访报道。连日来好大雨，虽然台南各地地势较低所在纷纷传出积水，不过真紧就退。其中眼眶大湾地区过去一落大雨就淹水的，这回因为大湾抽水站1、2期工程的施作，某地方明显感受有效改善。大湾地区因为地势较低，长期以来拢有淹水的问题。为了烦恼连日来好大雨再次冲击，所以市长吴美婷特别前往大湾抽水站2期工程来关心防汛的整备。该工程开1亿2千万，除了增加每秒会当抽16吨的抽水机组，也有1万吨抽风量的治风池。加上1期工程的抽水量，相信有一定的程度会当解决水患。因为连续降雨的开始我们特别来大湾抽水站2期的工程。那在我背后那边是1期的工程。总之1期的工程每秒钟可以抽10吨10 CMS，2期的工程每秒钟可以抽16吨，16.5吨大概是16吨所以加起来，大湾抽水站如果1、2期的工程都同时动作的话，每秒钟可以抽26吨，26 CMS， 这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抽水量。你看一般的移动式的抽水机，1秒钟是0.3 CMS， 所以可以知差多少。因此呢，我想说，对于大湾地区长久以来因为地势低，那长久以来的造成的淹水，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现场市长听出水利局长的干部在地济里长嘛拢出面关心，了解相关排水分离、机械抽排、甲整个区域的排水整治等方法。会中西湾里长就相当肯定抽水站已经明显发挥效果，暗时嘛困较安心。
即摆迄个比较较迅速，水位拢无，退得比较快。退得比较快。甘蔗高底都无像以早个，就得久啊，就满开啊。即摆拢袂。暗时啊，困过会去咧。面对现在极端的天气，台湾的治水除了抽水站以外，了包括大排、西亚溪下游，市长嘛答应一定会尽速完成。今日新闻顾问及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最好玩的主播夏令营来喽！即日起至8月4日开放报名，活动全程免费，欢迎涉及台南市高中以下的同学踊跃参加，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详情请洽双子星及三冠王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由疫情刚到二级，西安平开大体育宫举办传统做杂会，将如期伫农历7夕登场。今日活动游玩是由台南市政府委托办理，整个规划全部依照防疫规定，欢迎94年次甲95年次的青少年免费报名参加。随着疫情降温，安平做杂会新年礼将如期伫咧农历7夕。国历8月10日举办新年礼的流程，按照古例进行，并遵照中央防疫规定，互参加者安心欢喜当大人。即摆已经降2级吼，所以咱的活动吼，伫8月14吼，就是咱农历的7月7日同款，和咱台南市政府同款，甲咱的安平开大体育宫来合作，同款来办理咱即上届有即台湾吼上届有特色吼，咱的做杂会吼，咱做杂会即成年礼啦吼。希望讲这传统的文化吼，爱甲延续落去吼。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哈，也今年就要开始来办这个16岁的活动。那真的也很感谢民政局大力的支持，那也感谢卢主委他所带领的一个团队哈，来接下这样子的一个重任，也让所有台南市的市民朋友都可以看到我们安平开台天后宫，我们的实力是坚强的哈，我们来承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因为政府办的活动就是绝对的安全。因为有咧顾虑到啥？顾虑到防疫的措施，所以今仔日民政局的副局长还加侪家人，区长还加侪家人呢。如果我们没有防疫措施的话，我等伊们加侪咱家人呢，安尼。所以政府的办活动，伊认为讲这是 OK 的，这是一个正向的。我嘛感谢咱民政局甲公所吼，安尼甲阮斗支持，会当互这个文化再次延续了，吼。嘛希望讲借着今仔日的记者会。吼，咱这媒体好朋友吼，会当让更多人都知道，安平哦，安平是300几档的历史，这个做十来岁哦。府城做十来岁传统，会当为17世纪来讲起。安平开台体育宫主委罗友礼表示，做十来岁更是一生只有一届的机会。会感恩着伊的时大人甲栽培，伫这个成长的时间呢。伊对今仔日做十来岁迄一日开始，伊要安怎家己独立，要安怎对这个咱的社会做一个贡献。这是伊一生敢若犹豫了一届，会当对伊印下伊将来伊要行啥物路。所以阮这个安平开台天后宫吼，尤其咱的项目吼，一定阮会寄望因这囡仔吼，会当安尼有一个成就。这是。咱要办这个做十来岁真有意义的活动。安平开台天后宫做十来岁，参加的民众会当有安平妈的茶杯啊、平安符、影啊等新年礼品通摕，而且活动全程免费，欢迎94、95年次的学子报名参加。台南新闻赵硕伟采访报道。为协助台南迈向永续绿色能源的目标，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台塑集团以及成大共同合作，为弱势机构建立太阳能板，嘛借此减少机构的营运成本。日前启用典礼，市长委托特别出席，场面相当温馨。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赞不赞？赞。 30日伫随后一直中心举行的公益绿能模式启动太阳能帮完工的仪式，市长王伟特特别出席颁发感谢状，感谢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台剧集团以及成功大学为绿色社福机构建构太阳能帮，减少营运负担，也落实了台南市永续发展绿能的政策。这个屋顶不仅是具有环保概念，还有这个隔热的效果，而且能够持续的发电，持续的把这个基金一直来帮助瑞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充满了爱的足迹，所以说我们爱足迹公益资讯平台，那谢谢陈大来帮我破坏这个计划，也谢谢许许多多一路走来帮忙的人，我相信从瑞富这边开始做第一批的安厂，那接下来这个概念会一直推广到全国各地，全台湾各地。这次公益绿能模式启动，是由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台剧集团以及成功大学设计合作所成。而这个计划为什么会选择为台南开始做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表示：今天是个起点，我为什么会要做太阳能 LED 灯？就是因为我到偏远地区去的时候，有人是跟我讲，我的一半的钱都要付电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如何去帮助他们。当然，用太阳能板是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尤其真正走入太阳能板要做的这个时候，才知道有多少事情是没想到要学习的。那我觉得很感谢台南政府的市政府的帮忙，更感谢成大的工作人员。建伫咧随后一直中心的太阳能板，会当产出270万度的电量，有估会当减少1000万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相当于是种了2万外丛的树啊，省落来电费，阁会当帮助到150名师生的营养午餐费用，互这项绿能的计划更加了爱心的意义。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多云，有时乌阴，阵雨，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8月3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